今仔日透早天也未光，合歡山母嶺道葉良鎮，真濟車違規停佇咧路邊，造成大塞車，去互警察開罰單。因為母嶺這是屬於暗空公園的範圍，車的電火傷光會造成光害，所以有民團都呼籲遊客都要發揮公德心，減少光害。時間是初二透早3-4點鐘的啊，雖然天也未光，南投合歡山的母嶺已經有真濟車，邊仔的母嶺停車場早就停滿滿，母嶺停也閣有停車場是光熠熠，也人聲吵甲敢若像夜市啊共款，車無都停去停車場的，只好路邊四界亂停，塞車塞甲真嚴重。那開臨停了，開單在停在那裡。警察趕緊到現場來掃倒，也來日時了後，車佫較濟。台14架線合歡山母嶺到水泉宮的路段，佇歇熱時陣有真濟少年人燒酒賽車騎車來母嶺，不過又發生交通亂象。真濟賽車的人為着方便，就佇真話山路兩邊違停，造成雙向的這車騎條咧攏袂頂袂當，是塞甲真厲害。並針對違規車輛依法取締，共舉發18件違規。本分局呼籲山區道路狹窄，若任意停車，容易造成會車困難及交通擁塞。由合歡山母嶺路段是台灣公路上懸的所在，誠濟暗時看天星甲看日出熱門的所在。因為這所在屬有國際認證的合歡山暗空公園範圍，真濟車來到這所產生的車燈甲民眾的照明設備也引發這個光害問題。國內還沒有光害防治相關的管制的法令，我們只能說用這一邊的一個管理自治條例，就是讓車燈盡量在停好車之後呢，盡量趕快關燈，這樣的方式來做管控。老既然講母嶺人車來到這已經是歇熱時陣必然的現象，雖然影響時間是無真長，不過也是對空氣品質甲周邊的生態造成影響，也破壞這個懸天星的品質。對着行車安全，一定愛開的車燈，法令上無都直接強制限制，也是來處罰。推動暗空公園的民團呼籲，應該合理使用燈光來共同維護這個真無簡單得到的國際暗空公園。記者綜合報道。